兄弟姊妹平安，咱即是要备办心来做今仔日的礼拜，请奏乐。啥物人敬畏耶和华？耶和华要指示伊着紧的路，伊的心要得到安息，伊的后裔要承接土地。信诗第18首，我心阿罗上帝。会众请起立。请大家徛伫因主教是咱的祈祷文，三甲祈祷。我是天的父，我的名是，你的国度来，你的旨意行，伫地亲像天日。我的饮食，让你我下列我的服务，亲像我下列我的人，我对你我的日子，对我的你的话，对我的你的。代代有情。
煞者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坐。即卖用启示文教导，启示文第55篇，伫咧信息后面1099页，就是马太第6章。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啥物，要啉啥物，操烦。性命检视比食物较重要。恁看空中的飞鸟，因无种植，无收成，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恁检无比因较贵重。你若着因为要穿啥物操烦，毋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山野的花草，今仔日咧活，明仔互人下落花露。伊减袂搁较甲恁糟蹋，所以你毋免操烦讲，阮要食啥物。这个拢是外巴人咧追求的。就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所以，毋当为着明仔操烦。一声，一滴的雨，一滴汤。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上帝，你是至高无上、尊严圣洁的大君王，创造万物、主宰宇宙、掌管四季。即马天气渐渐温暖，摆脱寒冷，阁有响雷甲充沛的雨水滋润大地，互人类明白你的权能。今仔早起，众兄弟姊妹伫咧教会、组织，甲伫咧网络直播前，虔诚来敬拜你，恳求圣神降临，带领阮反省过去，迎接未来。经过国偌济，互阮重新得到气力，更较有勇气向前跑走。我嘛知头前充满挑战，台湾海峡的紧张已经是世界的焦点，但是并无互咱伫咧岛内更较团结。政党的恶斗、罢免游行的活动，甚至是倒告的想法，这点是符合人民上大的利益。而且，阮烦恼的不只是岛内，伫咧国际上，大国为了霸权，利用战争甲关税来压迫小国，致使全世界动荡不安。不只是性命的流失、人性的倒退，企业面对经营的危机，嘛影响到员工甲因家庭的饭碗。主啊，阮操烦后一代该如何才会当伫咧即块土地安心人命？
耶稣基督有教示咱，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佮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主啊，我知这简单的几个字，却是解决目前困境的答案。即马国内外种种混乱的原因，就是人类无听主的教示，无听主甲彼此相听。但是你一再原谅阮的罪恶，佮白白赏赐人类万物，这是何等的恩典！面对现在甲为了后一代，阮需要做的不只是遵守主的律法，也爱四块传福音，甲会当互世人回头来亲近主，然后子孙幸福的土地。透过祈祷，你的神会伫咧阮的身边，陪伴阮、保护阮。求你坚定阮的信心，每日遵守你的教示，一心信靠主。嘛求你保守伫咧病痛中的兄弟姊妹，早日恢复健康。佮保守南门教会主任牧师交接的这段时间，以及今仔下晡的倒球比赛，恳求你继续带领台湾向前发展，成做上帝国的见证。以上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是邀请雅音合唱团献诗，今仔要献的诗是《上帝，我要学罗你》。
感谢雅音合唱团唱出天才之音的恶乐。中读圣经，上帝话记载伫个路加福音第5章第1节到11节，就是咧汉日本圣经新约第70页。当众人围括伊，咧听上帝道理的时，耶稣徛伫克尼撒勒湖边，看见两只船伫湖边，讨鱼人离开船咧洗网，其中一只是西门的。耶稣上去，请伊将船放较开，就坐伫船里教示众人。讲煞就对西门讲，放到深的所在，拍网讨鱼。西门应讲：先生，阮探米着外，讨拢无，总是因为你的话，我就要拍网。拍落去就围着鱼真多，网要到离开，就会别只船的东畔来斗相间，因就来捡鱼满两只船，要到沉落去。西门彼得看见安尼，就拍伫耶稣的骹下，讲：主啊，离开我，我是有罪的人。因为西门甲同地地的人，为着因一个拍落去所抓着的鱼，蒙野。西门的东畔，西庇太的囝雅各、约翰也是安尼。耶稣对西门讲：无得惊，对这碟了后，你要得着人。因已经拖船挖岸，就放下一切来对伊。讲道，请罗龙斌牧师讲道，题目是依从你的话。来所讲听说平安，特别甲我老师四牧师请安，感谢主的恩典，互咱有机会做伙当来服侍敬拜伊。愿上帝的恩典平安丰丰富富，守伫咱中间。请咱大声三甲码头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多谢你，多谢你伫阮了伫罪中，也无明白你的时阵，你找见主耶稣来救赎阮。互阮一个新的活命。圣经甲阮讲，既然有人伫耶稣基督内面，就是新创造的，旧的事拢已经过去，拢变成新的。主啊，你互阮的礼物是遮尔宝贝，你无计较阮的过去，你互阮一个完全新的活命，会当新的出发。总是阮着怎样来珍惜这款的活命，来活出主你的款式，来荣光你的名，这是阮常常爱放伫阮的内心的。今早起，针对这个问题，阮就是要对你的话中来敲碎智慧。愿上帝你亲身对阮讲话，你的灵就运行伫阮中间，亲身来教导阮，互阮平平伫你面前，会当得到养持进步，更加知影怎样来活出主你的款式，来荣光你的名。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以色列这个国家自古以来拢毋是一个真大的国家，总是上帝却听因，特别敬挑因，称做上帝的选民。圣经有安尼记载讲：耶和华专专听恁，敬选恁，并毋是恁的人数比别的百姓较济。原来恁的人数伫万民的中间是上较少的。对于一个遮尔小的国家，上帝哪会特别拣选恁做上帝家己的选民？是表现特别好吗？我想是无啦吼。咱读圣经拢知影以色列人是常常伫安怎得罪上帝。啊，是毋是生了特别古锥？我想咱嘛足侪人袂同意吼。啊，即款是安怎？那上帝啊，无这原因是安怎？上帝特别选人，一个真要紧的一个原因，就是要借到以色列人，互咱世间人知影讲，上帝怎样在听伊的百姓，啊嘛，互咱知影讲，咱甲上帝的关系爱安怎去建立。有影，咱若对历史来看，
当以色列人因知影讲爱遵守上帝的律法诫命，因会晓甲上帝建立四者关系的时阵，这个国家要有真荣光的时阵，咱知影这个大卫大卫的王朝，还是所罗门的王朝，差不多是到一个高峰，伫当时常讲是真受祝福的时阵。总是当所罗门王过身了后，咱讲一切都变了样安尼吼。所罗门王的囝叫做罗波安，伊要继承爸爸的这个王位的时阵，有一个人叫做亚罗波安，甲伊拄差一字吼。这个人是民间的领袖，伊来找这个罗波安，甲伊讲王啊，你的老爸互阮陪同做苦工，你若较使互阮陪同较轻，也是讲互阮做的苦工较少，阮就要来服侍你。听到即款的要求，哇！捌服侍过所罗门王，而且老神讲老臣啊，因就真好，伫遐甲即个少年的王建议讲有影的王啊你若温待因，互因欢喜，用好话来回复因，这个人一定会永远做你的奴仆。但是这个罗波安有甲这个老大人老神的建议听落也无啦，伊反倒是听这伊这少年朋友的建议伊甲这个亚罗波安安尼回答讲，我的买种知影比阮爸爸腰较粗，讲话是会鼻孔出来伊讲阮爸爸互你背重，我要互你背搁较重的重。阮爸爸用鞭甲恁拍，我要用椰仔藤的鞭甲恁拍。啥物叫做椰仔藤的鞭？就是迄鞭子皮鞭顶面面顶佫有砍迄个迄骨头啦是啥物所以拍落去拢有迄个附加价值的起来呢。伊讲我要用，阮爸爸用鞭甲你拍，我就要安怎？我就要用椰仔藤的鞭甲恁拍。哇！听到这话了后安怎？以色列的百姓拢总有10个支派，都马上军队亚罗波安去。这个国家就安怎？一个国家分裂做2个国家，都称做以色列国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国，称做伫遐对立的一个情况。讲这段历史的目的要做甚物？是要互咱知影讲，伫咱的生活中间，咱都爱听啥物人的话，这真正是真要紧的。伫咱的生活中，咱会听到足侪话，人甲咱建议，人甲咱讲东讲西。咱爱听啥物人的？听了对毋对？真正差足侪。特别今早起，我要甲咱想的是讲，伫信仰顶面，咱爱听啥物人的话？爱照啥物人的话去行？这毋若影响到一生你的一生，甚至要影响到咱的将来。今仔日所读的圣经，都是一个真好的例我想今仔咱所读这段圣经，有侪人拢足熟我毋知你的印象内面，这段圣经。大概你调伫你的头壳印象是甚物？较侪是讲哇，必定要得到人，亲像得到鱼安尼迄是自细汉咱就有的一个印象但是早起我要用另外一个角度甲咱想其实这段圣经是咧讲甚物？另外一个真要紧是咧互咱知影讲耶稣怎样呼召伊的门徒的一个过程啦是安怎你看咱今仔日读这段耶稣，咱的主在呼召门徒，甲以外福音书你若甲做对比，真无共款。以外福音书，你看耶稣在呼召门徒，咧讲无论是拄着西门，拄着彼得讲来，恁来跟对我因就马上讲放落一切，来跟对耶稣。但是伫今仔日的圣经，你若对路加福音，你若对第4章开始读的时阵，对31节开始读。你会发现讲，耶稣要呼召伊学生好亲像有经过安怎真有计划安排伫第4章31节到37节，伫遐有讲安怎，这个主耶稣大声赶出一个垃圾的鬼，然后伫这个第4章38节到39节，有写着讲耶稣入到彼得的丈夫的厝，
伫遐来医治了彼得的丈夫换一句话来讲，耶稣袂要招学生进前，伊已经伫遐有一个铺排，就是一个安排，就是已经有惊新者，嘛有医病，伊的名声拢已经伫迄个四周围传开了后，伊才选择上去彼得的船，伫遐来向众人讲道嘛才有后来有约翰、雅各甲以外遮的朋友来做伙跟对耶稣对即个真正看到咱感觉咱的主耶稣那真用心安排伫护条的学生的过程到底咱会当有甚物我想咱搁做伙来复习咱拄则读的经文伫头前我有讲过，讲耶稣伊已经安怎伫迄个迦百农，伊有赶出一寡垃圾的鬼，有赶出有垃圾的鬼，伊嘛医治了即个彼得的丈夫，所以伊的名声伫迄个地区已经传开。所以咱看到今仔日的经文就开始讲，哇，众人拢下客要听伊讲道，因为大家拢有听过耶稣来遮做者新约奇事，所以拢要来听伊讲道。就伫迄个时阵，主耶稣安怎看到讲，有两只船停伫湖边，迄个湖叫做吉尼撒勒湖，嘛叫做加利利海，嘛叫做提比利亚海，这个符合3个名称伊讲有两只船停伫遐，船顶的人安怎会去洗网洗网就是讲我们打烊了今天不再去无搁要去掠鱼总是其中一只是彼得的，看起来是彼得无离开，所以才有法度甲彼得讲来小可船搁离开岸伊就坐落来伫遐面顶来教示众人。教示了后，伊才甲彼得讲来，甲船开到最深的所在，拍网来掠鱼咱真紧听牧师讲到遮，或者是安怎？对整个的这个经文脉络来看时阵，你甲想，主耶稣本来要呼召的学生是甚物人？真有可能是干那彼得啦总是后来有啥物约翰、雅各一寡遮的以外的人做伙来跟对耶稣，其实是甲彼得的表现最有关系，甲以后所发生的代志最有关系彼得有啥物特别表现咱看。彼得当耶稣来讲，来甲船开到深的所在落网来拍鱼掠鱼。彼得安怎讲？彼得讲先生阮规暝拢努力伫遮拍拼咧，并无掠到什物，总是照你的话，依从你的话，照你的话，阮就来落网是因为彼得有即款的回答，佫真正照我咧行，伫遐看到讲，哇！本来昨暝拢掠无鱼的所在，竟然掠到迄鱼坐到讲网都要破去，就还佫叫以外船讲好来斗家手，甲装好满。圣经讲拢总装2只船，而且船险都要安怎？都要沉落去看到即个过程，咱会真紧去反来讲其实彼得。甲所有遮的后来有跟对耶稣的学生其实因生命的转捩点伫倒位？因生命的转捩点就是伫彼得所讲的即句话讲先生阮规暝努力，并无掠到什物，总是照你的话，阮就拍网掠鱼。结果看到掠到哇！因拢想袂到，伫昨暗掠无鱼的所在。因竟然掠到遐济鱼，伫遮我要请咱来想，其实虽然讲即句话，彼得应和耶稣的话，是生命转捩点，讲照你的话，我就落网你感觉？那你是彼得，你感觉你要讲即句话有简单无？当听到主耶稣讲来，船开到迄个最深的所在，拍网掠鱼，是昨暗拢。规暝拍拼掠无伊的所在，若是你安怎应？你会像彼得安尼应无？其实我感觉彼得安尼应答实在是足无简单
第一个原因就是讲张文都已经拢伫啊，安尼吼拍拼规暝掠无啊，对无吼？安那要搁叫我吼落网吼去掠鱼啊？第二，搁较困难的是安怎？掠鱼，啥物人是专家？是彼得啊，吼，因一世人拢伫即个哦，即个加利利海，也是讲叫尼撒勒河伫顶面咧掠鱼的啊，哦，他们是专业人士咧吼。啊，主要说是目睭的囝，那会讲吼，咱讲隔行如隔山吼，啊，那你外行领导内行吼，所以彼得要应要吼，要来应讲。先生啊，照你吼所照你的话，阮就要落网，这真正是足无简单的。伊要安尼来回答是足无简单，但是奇妙的事是讲，伊真正照安尼去行，讲照住你的话，互阮落网，结果伫掠无鱼的所在掠甲讲安怎鱼啊，特别甲网吼弄破去，大个叫白只船做伙来装，哦，啊，搁较上界奇妙的代志，咱读这段圣经，你毋知有发现无？起头彼得讲要落网，伊请耶稣请什么？当耶稣来讲，船开到最深的所在，拍网吼，落网来掠鱼。彼得安怎应？伊讲先生啊，先生啊，我规暝拢掠无，但是等于伫规暝掠无鱼的所在，竟然掠到遮尔济鱼的时阵，伊安怎称呼耶稣？讲主啊！哦，咱读这你有发现这差别足大无？先生是一般一个尊称，主啊是表示伊承认耶稣的神性，所以你甲看伊继续讲，我是一个吼，主啊离开我是一个罪人。对，像兄弟姊妹，咱要伫正人面前公开讲，哦，我是罪人，啊，我是无无好，讲遐简单，啊，佮称呼耶稣是主。表示伊的性命足大的改变，总是主要所该应什么？主要所讲免惊，对打了后你要得着人。所以伫即个整句吼，咱真熟的圣经的即个吼，咱来读得想的过程，咱会当去发现讲啊，其实即段圣经要咱学什么？其实敢若一个足简单的功课，讲爱照主的话去行，依从神的话去行，这是咱的信仰中间。哦，真要紧的一个功课。我常常爱真注意听讲，事会长老也好，执事的祈祷。咱拄则业执事在祈祷的时候讲一句啥？伊讲咱即个世界乱是啥物？拢无照圣经的教示在行，无尽心、尽性、尽力、尽力听主你的上帝，无听厝边亲像家己，咱就无照圣经的话去行嘛。哦，啊是安怎咱信主的兄弟姊妹？咱爱照主的话去行，有几项，今早起我甲咱想。第一项，主的话是带有气力的，主的话语是带有能力的，哦，这是咱爱常常放伫咱内心，咱无轻易看讲啊，圣经的话啊，咱读册歌吼，其实是带有能力的，哦。你看以赛亚书55章第10节到11节，以赛亚书55章10到11节。伊讲雨甲雪对天降落，并无法倒转，却轮得土地。互地上补的结实，互野种的有种，互要食的有粮。我所出的话嘛，一定要安尼，决断无白白来收回，却要成就我所欢喜的，伫我发力去成就的事顶面必然行通。哦，这段圣经咱会使搁转去看，但是简单来讲，圣经伫遮，上帝甲以赛亚讲我的话。一个出去就无安那无收到转来，而且是充满气力、有功效的，要互野种有种，要安怎？互即个要有要食的，要互有粮安尼吼。啊，真正是安尼啊！你看圣经一开始，上帝安怎创造这个世界？上帝是用讲的呢，上帝讲要有光，啊就有光，对无？啊光甲也莫分开，就分开去啊。啊，咱看主耶稣来到世间，伊咧讲的话有充满权柄甲能力啊无？有啦，你若详细读圣经内面太济咧，我举两个咧，再去举两个咧就好吼。你甲看圣经内面，捌有讲10个安怎？10个着到太高的有无？伊来拄着耶稣，吼，拄着耶稣足欢喜，马上伫遐讲：哦，耶稣啊，救阮吼，哦来医治阮。
耶稣安怎回答？耶稣甲因讲吼，恁去将身躯互祭司察看。圣经讲，因去的时阵就清去啊。耶稣讲，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安尼是什么意思？就是因照耶稣的交代，因要去互祭司看的时阵，就清去啊。照耶稣的话去行时，就清去啊。搁一位真出名嘛，真特别，讲有一个百种百夫长，伊的萝卜钓着讲变水，伊来找耶稣讲我的萝卜伊真正伊萝卜钓了变水的病倒伫厝呢真正艰苦，请你安怎来医我的萝卜？咱的主是人民的主，伊听着马上讲好，我来去。但是这个百种安怎应答？我主啊讲主啊，你教我含笑，我不敢当啦。只要你讲一句话，我的萝卜就会好。受够大的信心，所以主耶稣甲伊学了嘛。主耶稣讲：你转去吧，照你的信心甲你成全啊。迄时伊的萝卜安怎？伊的萝卜，伊的变水变就好去啊。讲照你的信心甲你成全，伫主耶稣咧讲迄句话的时阵，他的仆人伊的萝卜变水就好去啊。这拢互咱看到讲其实咱也欢喜照上帝的话，还是照主耶稣的话去行，你会发现讲其实主耶稣的话、上帝的话是带着官兵、带着大气力的我搁加甲咱分享一个，咱毋知记你讲这个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的时阵，上帝安怎甲约书亚交代？上帝甲约书亚交代讲：你甲祭司明仔载安怎扛约柜，对吧？当恁的约柜，扛约柜的人，你的骹踏落去这个水的时阵安怎？水就会分开，恁就会使过约旦河。我常常咧讲，咱今日读圣经足轻松的踏落去就会开那伫当时毋知几个人欢喜讲去到遐，就要甲踏落去。有这样的信心无？我想可能有个人讲，我先灵看卖安尼，到底是偌深踏落去出代志无？无呢？你看约书亚甲这祭司，因讲咧去到遐踏落去，水就开去啊！我感觉咱大圣对这段圣经爱学，就是讲咱爱欢喜去照主的话去行。你若欢喜照主的话去行，你就会发现上帝的大能藏在他的话语当中。这是第一个甲咱思考的。第二要甲咱想，就是讲照主的话去行，人才会当安怎去看到家己软弱甲无够个所在啦。你欢喜照主的话去行，你才会去看到家己讲我实在是无够个，我实在是我有软者。这是伫彼得身躯顶互咱看到的，对吧？彼得原来是讲这讨鱼我太专家了，这我会当凊彩就会当掠到鱼啊，但是竟然。伊发现讲我专业伫耶稣面前，竟然微不足道，比袂着耶稣讲的一句话所以伊伫遐毋若干己承认家己的不足，伊嘛看到安怎，马上看到家己的罪，就看到自己的不对，这是真无简单伫圣经咱来看毋若干那彼得，佫有一个真出名的人叫做乃曼咱中间也有读主日学主日学大概拢有读过乃曼将军的故事。这个将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时伊是阿兰国，是以色列对着国家的一个将军结果伊着了太高。但是当伊安怎听到伊的查某囡仔甲伊讲，巴不得你去找阮故乡的神帝伊一定甲你医。伊听到安尼，好像抓到一根浮木马上叫伊往下皮去带礼物。兴致冲冲去到伊丽莎的门前，结果免甲伊嘛，家己拢想好伊丽莎应当快出来伫我钓太高的所在，手摇摇下下的祈祷就好安尼无拍算，结果也毋是伊丽莎无出来，煞来佫叫伊的老婆甲伊讲你去约旦河洗7摆，你的太高就会好你像这个将军听了安怎？我足受气讲阮故乡有2条河，水敢无比伊较清？是安怎爱来约旦河洗7摆足受气，本来要离开，
但是刚才伊后来有听耶罗波来考讲，讲主人啊，先知若是吩咐你去做一件大事，你敢无要去做？何况敢若去叫你去约旦河洗7摆，讲洗7摆是小事啦，去洗看卖啊咧吼。啊，刚才伊有听落，所以安怎，伊真正去洗7摆，啊，转来伊的皮肤全拢变做亲像囡仔遐尼古水，遐尼水吼。当伊发现这个代志了后，后来伊表现什么款？圣经描写真了紧，讲他带着着所有的人会过去的人来到倒转来到以利沙的面前，徛伫个面前讲：如今我知影，除了以色列以外，普天的无神。有简单无？伊是若用咱今仔日话来讲，伊是无共款的信仰，伊是拜拜服侍无共款的神的，竟然欢喜徛伫以利沙的面前。伫遐讲我当知影，普天的除了以色列以外无有上帝所以无论是对彼得对乃縵的身躯顶互咱看到一个真要紧的真理是甚物？就是讲，当人你还未经历上帝，还没经历过上帝的时阵，特别伫你功成名就。伫你会当叱咤风云的时阵，你会感觉讲，我那感觉家己就是神呢，很不得了。但是当你真正去拄到上帝，上帝甲你摸着，你就知影讲原来我竟然是这么微不足道，我是这样的微细我真正要谦卑伫主的面前。这是咱对侪科学家的身躯顶嘛看会到。你看有信仰的科学家，甲无信仰的科学家表现拢无共款。包括国家嘛是共款咱知影去登陆月球，有2个国家拢伫1960几年迄个前后的登陆月球都是安怎？美国甲苏联嘛这2个国家太空人脚踏伫这个地球的月球的时阵月球的时阵，因的表现什么款？差足济咱看苏联的太空人。他打落去月球的时阵，第一句话摇头摆耳讲没有上帝，第一句就讲无上帝。但是美国的太空人讲什么？美国太空人哇，上帝你的创造我，哪会这么水人算什么？你既然这么听伊，用诗篇第8篇侮辱上帝。咱若看这两种2个国家的太空人的表现，你会感觉真正是真好笑真正无共款。真大无共款，你甲想对地球才进步到月球，咱即马咱的知识拢知嘛咱徛起这是云，咱徛起即马地球是伫宇宙宇宙中间足侪银河系中间的一个你阁是对于地球且进到月球，你讲无上帝莫怪这美国的论坛报，美国论坛报第2天就出两个卡通来甲伊宣啦来甲伊迄个讽刺就对第一篇的第一个卡通就是讲一只毛毛虫，一只毛毛虫拄为涂骹钻出来离地3分伫遐摇头摆耳安尼第2幕的这个卡通就是迄只毛毛虫竟然的讲话。伊讲伫遐话来话去讲，没有赫鲁雪夫。有人应当有人捌赫鲁雪夫吧你若捌，就是甲我差不多年龄赫鲁雪夫是当时的苏联总书记嘛。你一只毛毛虫伫美国为涂骹才弄出来呢，离地3分。你讲没有赫鲁雪夫，迄就甲迄个太空人共款对吧？人未经历上帝的时阵。拢感觉讲我上高，你看我即马功成名就，我化水的天堂我不得了但是你真正去互上帝摸着，你就知影讲人无算什么。就我想到一个故事我伫澳洲牧会中间有一个我一个医生嘛是家己开病院医生妇产科伊几啊摆拢甲我做见证讲医生实在无效。伊讲
当雄雄拄到这个妇人人来生囝，雄雄拄到血崩的时阵，束手无策啊！哦，那离大病院较远嘞，那真的是救不了啊！伊讲敢会使安怎祈祷？伊讲伊靠祈祷，哦，真的经历了好几次的危险。所以你有经历过，你才知影讲哇，上帝是这么伟大，啊！你若欢喜照主的话去行，竟然有这么大的迄个能力。咱只有你实际去拄着的时阵，去经历，你才会看到家己无够硬。第三项，我要甲咱想的就是讲，照上帝的话去行你才有法度去体验讲什么是丰盛的生命。有一句圣经咱拢作熟嘛，讲人子来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我唔知咱做基督徒，你对于丰盛的画面，你的看法是什么？难怪咱信耶稣会让我得丰盛的生命，是互你物质丰富，互你功成名就，互你名利双收，或者是再句话甲咱讲你要体会什么是丰盛的生命，就是要甲你生命的主权欢喜交予上帝。咱今仔日的迄个咱的启用文中间有写咱以前拢讲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是咧讲啥？今仔日的即马白话甲翻了较好讲，先求上帝的主权，就是咱欢喜，咱设立了就是要上帝做主啊！你有真正甲你的主权交予主啊无？只有你去欢喜交予主，照圣经讲甲你生命主权交予主，你才有法度去体会讲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啦！我对圣经讲两个人，互咱做例第一人是摩西，对吧？摩西，你看上帝要叫伊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伊一个敢有答应？无啦！伊所有足侪理由非得会使替伊，就是不爱去，对吧？但是到落尾，伊勉强答应，会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伫整个人生的过程，我想无一个人看过神才比伊较侪，敢是安尼？无一个人看见上帝快乐的大快乐比伊较侪，只有摩西搁一个就是今仔日咱所读的彼得。彼得，你看伊以前安尼讲话有时凊彩凊彩就讲出来照家己的意思。但是咱顶礼拜过偌济了后，主要所甲亲身对话3摆了后，伊决定讲安怎？无要阁照以前讲我要去倒位就要去。我即马欢喜，互人手甲我绑的，去我无爱去的所在。你看，伊欢喜安尼做的时阵，伊有经历什么款的神迹？第一个神迹，伊徛起来讲道，伫五旬节的时阵，徛起来讲道，一摆3000个人信主。第二个，伊所体会去哥尼流的厝，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对吧？本来以色列人甲外邦人是无来往，但是当彼得欢喜圣神带领去到哥尼流的厝的时阵，咱咧读迄段圣经，你毋知有发现一个足特别，以前拢毋捌看到的无？就是讲圣神伫外邦人未洗礼的时阵安怎？就降临伫咧身躯顶。照咱的理解，圣神是啥物时阵会降临伫咱的身躯顶？主耶稣的身躯顶，互咱看到什么？是主耶稣洗礼的时阵有无？伊对水起来的时，讲圣灵像鸽子降在他身上，然后天上有天边写讲这是我的爱子。通常是咱洗礼了后，圣神就降伫你的身躯顶，但是伊竟然伫遐看到讲，那未洗礼圣神就降临嘛？这是很特别的。若是伊欢喜照上帝话去讲，照圣神的引传，那是没办法看到的讲到这，我嘛爱甲咱甲咱迄个咩讲心赞喊话咱以前咱长老会基督徒真趣味，咱常常去互迄外教派的基督徒甲你安怎？甲你喊就讲，薛牧师娘，请问你什么时候被圣灵充满的？你生命什么时候重新被得救的咱常常拢袂晓讲，咱听着拢你咧问啥但是其实咱也真肯定，咱洗礼的时阵，圣神就甲咱三甲地地。咱咧活，都毋是咱，干那咱咧活，
主耶稣嘛伫咱的身躯顶咧活，你要很肯定。较要紧是讲你要安怎去活出活出应该有的表现所以今早起我会用这个题目，甲咱勉励，就是讲，你依从上帝的话去行，你才会去看到什么？看到讲哇，这上帝要赏赐咱，要赏赐你的丰盛，是超过你所想的当你愿意把主权交出去，照上帝的话去行的时候，上帝要给你的丰盛是超过你所想所求所想的所以结论我要甲咱讲，就是讲。伫咱逐工的生活中间，咱拢会听到足侪话，足侪消息，足侪话，有好话、歹话，要甲你考验我做甚物？但是咱爱听甚物？听对甲毋对会差足侪。早起我真简单，要甲咱勉励，就是讲咱爱听主的话，我照主的话去行。所以咱一定安怎好好读圣经，就准讲一句话，就准讲一句话，嘛要改变你的生命。我最后甲咱做一个见证我2日前我拄满73岁的生日我甲阮老师差3岁但是我1岁的时阵，阮爸爸妈妈因就离婚因真前进的70年前就遮早就离婚伫即种无爸爸妈妈甲你顾阿嬷甲你听的家庭真紧变歹。虽然我有小聪明我初中的时阵，我台中人，我考了台中1中但是我入去初一入去即个学校，我就发现讲，阮班上竟然有帮派咧叫青龙帮尼迄老二第2把交也甲我足好常常要招我入即个讲因的即个入因的帮派，佫带我出去看伊甲人相拍足威风咧讲某人，你来加入我的帮派但是我一直是安怎无加入。我真多谢，就是我5年的时阵，我因为家己去找朋友，说自投罗网去教会，就拢无离开我伫初一的时阵，我的辅导送我一句话，圣经的话提摩太前书4章12节，我到即仔嘛要放伫我的内心。伊讲唔好互人看叫人看轻你少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伫倒位，言语、行为、信心、听心、清气，拢做信徒的模范。伊讲某人，你虽然你的背景无好但是你若好好行好好爱你家己，你嘛有法度安怎，也会上帝也会好好照顾你的。我真正甲这句话放到即仔。所以我今仔会使徛伫咱众人面前，所以我今仔用这个主题甲咱想，就是讲上帝已经甲遮尔宝贝的话，圣经放伫咱中间，毋知咱有偌济人真认真咧读，你有找到某一句是对你的生命足有足有帮助的无？你若欢喜安尼去找着，佫照安尼行，你就有可能伫安怎？伫你看作无可能的中间，去看到上帝的可能伫你有真济咧白白无用的中间，佫一摆去看到什么？上帝满满的祝福，愿上帝祝福咱。请三个后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多谢你，阮实在何等福气！有济人无认捌你的时阵，主你已经竞选阮，你竞选阮，亲像你咧竞选以色列人同款，阮无比别人较好，总是主你期待，就是互别人对阮的身躯顶会当看到主你的疼，嘛互世间人知影怎样甲你建立死者的关系。所以愿上帝你通过早起，阮彼此分享的，会当得到激励，互阮更加知影，爱好好读你的话，佮照你的话去行，去体会主你的大快乐，去看到家己无够额，嘛佮一摆去体会了解。什么是丰盛的活命意义？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是用信息来回应上帝的话，信息第576首。你若甘愿服上帝引带，请起立。
奉献，请胡宽瑞、陈怡如技术施献。起立，唱奉献的歌。请坐。报告教会消息，欢迎大家来参加礼拜。感谢罗龙斌牧师今仔的进度，愿主保守罗牧师退休的生活充满喜乐甲平安。
礼拜了，请老婆互相请安，交谊，甲到地下室斗阵享用爱餐。后礼拜是廖继成牧师进度。第二点，全教会斗球比赛，今仔下晡1点半，伫个地下室要举行全教会斗球比赛，欢迎兄姐斗阵来参加。无论是有报名无，有兴趣的，拢会使来欢迎参加。无参与比赛嘛，欢迎来现场甲球员加油。遗体关怀，本会陈秀玲医师的爸爸，普主教会陈天惠医师伫个4月11日，蒙主温调，享基寿97岁，愿主的恩惠甲平安，亲自来安慰遗族。个别礼拜要定的，即礼拜六就是5月初3下晡1点半。伫个普主长老教会举行团契消息，妇女团契即礼拜拜5，就是5月初2，要前往植物园举行春游活动，费用是客友是300块，非客友600块。有兴趣的参加，姊妹请者会长徐玉兰执事。教界消息，总会。教育委员会要伫个5月初3拜六早起9点到12点20分，伫个济南长老教会举办所记儿童营教材，我是世界小公民，甲性命门训读经试听教材的介绍研习会，欢迎教育组的同工参加，请业正义团队报名。每一个教会一个单位参加研习，大道事项，请为5乌战争会当早日停火大道，请为教会伫个母亲节周边的各项事工大道。第3点，请为教会灵修默想活动大道。陆家福音灵修读经默想，即礼拜的灵修默想的进度，请大家家己看。顶礼拜奉献咧周报后壁，请大家家己看。咱有新朋友要介绍无？哦，无咱即摆来行平安礼。
斗阵吟信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结束了，请罗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相通，甲咱正大家三角地地，对这粒教养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祈祷散会。